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7月2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9篇13节到18节，创世纪35章16节到29节，马太福音12章15节到2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拣选。耶稣基督曾经说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而是我拣选了你们。上帝拣选人来跟随他，服侍他，遵行他的诫命。有许多人说，上帝怎么可以赐福雅各，拣选雅各？他是骗子啊！是的，从人的角度来看，好像需要一个配的人才能够被上帝拣选。但是根据路加福音15章，耶稣基督的教导，他说：“我来是为了要寻找失丧的人，不是为了要找义人。”上帝的标准和人的标准真的是完全的不同。上帝总是拣选那人认为不配的人，这是上帝的主权。创世纪35章16节到29节记载了雅各全家回故乡的一个过程。事实上，雅各也并不是那么的好过，除了被他的舅舅欺骗压榨之外，他的家庭也遇到了困境。雅各和他的家族从伯特利出发，他们来到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的地方。雷结产期到了，他难产，阵痛到人受不住的时候，接生婆对他说：“别怕，又是一个男孩子。”当他奄奄一息快要断气的时候，他给孩子取名便俄尼，他的父亲却给他取名便雅悯。雷结死了，葬在通往以法他的路边。以法他现在叫做伯利恒。雅各在那里立了墓碑，到今天这墓碑还在雷结的坟墓上。雅各继续他的路程，在以德塔的南边扎营。雅各还住在那地区的时候，他的长子吕便跟父亲的妻妾毕拉睡觉。雅各听见这事，非常的愤怒。雅各有12个儿子，利亚生的有雅各的长子吕便，还有西缅、利未、犹大、以萨迦、西布伦。雷结生的有约瑟、便雅悯。雷结的女仆毕拉生的是但和拿弗他利。利亚的女奴西伯帕生的是迦得和亚舍。雅各的这些儿子都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生的。雅各来到曼利他父亲以撒那里，曼利就是希伯伦，是亚伯拉罕和以撒住过的地方。以撒享受180岁，他年高老迈而死，他的儿子以扫和雅各把他埋葬了。雅各要学习的事情，在困境当中清楚自己的身份，并且更深的与主亲近，跟随主的脚中坚定的依靠。马太福音12章15节到21节，耶稣听到这消息就离开那里，许多人跟着他，他治好了他们所有的人的疾病，吩咐他们不要把他所做的事情张扬出去。这正应验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：“看哪，他是我所拣选的仆人，我钟爱他，喜欢他。我要把我的灵赐给他，他要向万民宣告我的审判。他不争辩，不喧嚷，也不在大街上叫喊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熄的灯火他不吹灭。他要坚持正义，直到正义得胜。全世界的人民都要把希望寄托于他。”我们知道，耶稣基督他受上帝的拣选、差遣，来成为世人的救赎。凡信的人就必得救，
蒙受上帝的呼召以及拣选。诗篇139篇13节到18节，我的五脏六腑是你所造，在母腹中你把我凑合起来，我颂赞你，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。你的作为奇妙非凡，我心里深深领会。我在母腹中被塑造，在隐秘中逐渐长大。骨肉怎么成型，你都知道。我出生以前，你已经看见了我。那为我安排尚未来到的日子，都已经记录在你的册上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多么的深奥，你的心思多得难以数算。我要是数算，比海沙还多，纵使数算到底，我仍然跟你在一起。恳求圣灵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忠心受拣选的仆人，尽心来服侍，诚心来跟随，专心来守诫命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